空军嘉义基地一个飞官，今年3月甲伊的未婚妻，徛伫个 F16V 的战机的技术翕这个结婚相，结果民众党家人市党部主委林玉峰来质疑，讲徛伫这个战机顶会来损害到战机面顶的迄层蒙皮。不过，互人甲说明咯，讲两位新人所徛的所在，本地就会当搭。一个空军的飞行官，甲穿新娘衫的未婚妻，徛伫 F16V 战斗机伫翕相。不过，这张相片引起空军航空技术学院校务处前处长的质疑，因为徛伫飞机机室较脆弱，可能去伤到飞机。非相关人员规定就是禁止，甚至站在战斗机的机翼上面，也明确规定要穿着配发的防滑鞋套，防止人员跌落跟飞机受损。不过林玉峰的讲法有军事迷无认同，讲新人所徛的位是飞行机室的主结构，这个所在本来就会当徛人。白线区域是可以站的，它上面有写英文字哦。白线区域的外面它写 no step， 就是不能站立。如果他们是穿的平底胶鞋，那是可以的，因为飞机的机翼的承载是可以。林玉峰本身嘛被质疑违规，因为这个面册相片时穿挂有军阶的空军飞行的外套，佮穿便服，甲民众都做些高问题。作为翕相，被认为已经犯了刑法第159条，会使罚15000块。不要那么张扬嘛，做人做事低调一些嘛，对吧？那你今天混搭的这边有阶级的，我认为不宜了。你要退伍了嘛，这阶级不要去凸显，因为阶级是现役的人才使用。空军嘛表示讲，这个相片经过现场相关的人员确认过，并且采取防护措施了去未。事后实施飞行机的检查，一切拢正常。不过嘛，已经要求各单位，若无伫修理飞行机的时，禁止徛伫飞行机身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